水阁好，国情解水呢，我和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水，解袂水。好朋友国情啊，常在咧招你探讨，讲人甲人讲话，往往有两种的技术。一款是我要讲，互你感动，讲互你的赞同，会体会我的心理，表达我的感情，互你听。啊，另外一款是道理，我要甲你说服，讲甲你的认同。台湾的俗语嘛，同款，有一款咧讲景的。讲迄个画面，互你理解讲，哇，确实社会有一款人，这款的作风。亲像有一句话讲，互伊上大棒，要搁甲咱上眠床，有哦，确实有。这咧讲啥？啊，这就咧讲软土深骨啊。你咧看古装出，你嘛知影，眠床头前搁一间大棒，互伊来到大棒，啥物讲要扛起来到咱的眠床顶，甚至吼社会上搁有迄个塔尾句的。毋是干那讲，互伊上大棒要搁上眠床尔，后壁有人搁读一句讲，脚无洗要搁甲咱困中，啊，这叫做啥？国情头拄我咧讲，这叫做讲景，互你看，这个景表示讲软土深骨，软的土伊深深啊，甲你骨落，细腻的成语来表示社会确实有这款人，确实有迄个讲，看咱无甲伊计较，硬要甲咱欺负，所以上大棒了后，要搁上咱的眠床，毋过这敢会久长？国情头拄我咧讲。我哪有迄个讲正经，互咱看的俗语；我哪有迄个讲道理，互咱理解的俗语。另外一句就是咧讲道理，叫人毋通软土深骨。这句讲叫做“拆人篱笆爱起墙仔背”。哇，那这句实在讲毋免啥伤解说，干那一百字讲了，你就知影讲篱笆你共拆掉，世间吼无迄个讲拆人的篱笆前准拄煞的，相信无啦。行到倒位有一个情理，有一个法律，有一个公理，所以你会起墙仔背人，这咧坑咧。你讲道理坑人，坑人讲吼，简单讲社会上咧讲唔通食人教教。当然讲来到这有当着啊，你会讲国情啊，拆人的篱笆起墙仔背人这句话，留啊有较深。我若莫用比拼的咧，有直接用插的一句7字尔，讲我做摇摆无落魄的句，对啦吼。那讲到这句话时阵，就足硬的哦。你已经无要讲景，互人看；无要讲道理，互人听。干那胸坎断了，讲我就是唔愿。你安尼甲我欺负，你安尼甲我糟蹋，我相信讲有一天啦，讲甲家己插起的时阵，剩这7字，摇摆无落魄的句。这就是同款一种软土深骨的情形。台湾话3种无同款的俗语，3种无同款的角度来解说甲批评。